疫情期间受到严重冲击的观光旅游产业，这回台南甲新地旅行工会代表联手出行2个城市的安心旅游专案，要来拼疫情过后的国内旅游商机。13号上午，新地馆长姚文科的执政团队嘛专工来台南宣传。伫市长吴伟霆陪同共同出面见证，向欢迎签署 MOU 的合作，就希望除了伫文化科技交流，伫观光旅游嘛整出限定的好康，来建立两市的友好关系。跟科技之都有竹科的新竹县，我们台南也有南科，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也能够在各方面全方位的配合与合作。不仅在观光旅游上，在许多包括这个县政跟市政上、城市治理上，以及人员互访上，我们都有希望能开启一些很多的合作。那我们也期待在这样的经过互相合作协助之下，能够让台南新竹能够让新竹县跟台南市能够这个刚刚提到了强强联手互相更好共好，能够让台湾也共好。那希望说谢谢杨县长能够前来，谢谢新竹县的各位长官，大家一起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交流。只要是台南市的市民到我们新竹县来，在10月8号到12月31号这个期间里面，我们会有特别的这个特色的伴手礼，那我要去很多的这些体验的课程，会让他免费来体验。那特别是我要感谢我们这个台南市跟我们新竹的观光旅游协会，他们也配合我们，只要到我们新竹县来住宿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国礼券。拿我们的这个国礼券给1000块的话，我们就给1200块的加倍的优惠。那这1200块是所有的旅馆饭店，他就给你减掉600块。另外，我们发我们的消费券600块，所以你来新竹县旅游的话，是可以得到加倍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会中两市摆满侪侪安心旅游的伴手礼、文化创意商品以及社区客厅的体验，相当多元丰富。另外，台南市这项专案嘛，加码送出500张观光游船的票券，希望吸引更加侪来自新地民众。这摆为了拼观光，政府甲民间合作，就希望由政府挂保证的行程，让民众安心，嘛共同守护国内旅游市场。一旦回到过去的车辆，但新闻滚及何乔邦采访报道。